各位前贤晚安。今天由后学来学习导读，请各位前贤先检查自己的麦克风是否关闭。好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无挂碍梦想。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二遍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作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
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随玉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宝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代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真，传下下当来大藏经，藏真敢来神通大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黄脸得超生，邪魔持念3遍修持简尽嗯起外存，修持前的行路径，念7真言归佛念。宝南无阿天元弥太保，阿弥陀佛。再高3高10高8 2高7高8高9高是10高10。4 8 9恭送真弥勒救苦真经，说明就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回切，灵宝莲宝齐鲁，连三地三地，拈花印证高三圣，考心入在中央园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涛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在时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云雷震开雾积土，天下下神神鬼鬼不不安宁。亲今在在人人天天中中华母，九9连圣驾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县，所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中续，续2连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阙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
持念念当来，来弥弥勒经，用心因持持念念佛不来来救，救，多多多亲念去超去生。超生。白羊子也化成金，每常每日自心三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成勤要想礼拜，成佛，勤礼拜，常持聪常持聪明明智慧心，修要听听谁人人无无说说话，话，劳酸利马，立马念无声，真老母降下，将真天用心佑，有神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星斗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五方列列仙仙下下天天宫宫，，各方城隍来来对对号，号，貌似灵通查查得清得，清。三官大帝大悲慈悲助，赦赦罪罪三三错救生，众生，救救苦苦天尊来来救救世，世，钦钦点文部点接地神，来复八大为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金救众三生，即六令元经36元教，灵500金关随随根根，无助无助弥勒成大道，大道，保佑保祥佑儿而得安宁。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他显神今年弘法行神通，遮而起照起这日月，身头顶神宝罗七金，宝为星，北为见北方为方为帅帅，入侵诸恶挂甲兵，管，搭救大救元人人人相儿女，儿女，火光落落地地化化为尘，为尘，四四海龙王王来来助道，道，各各驾祥驾祥云去去腾腾空，天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佛，保佑又弥勒乐去去成功，弘弘扬扬了道归家去，他去转到善良弥勒弥尊，吾皇吾王敕令记下生，记下，收守护难以人念归正言，宫，来往道每晚下真照下真种言咒，传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慢因而差你常持念，邪一神不敢来近身，十一变念一遍大，神通道，十念念2遍两，得超生，十十念念3遍神北神怕鬼怕，王良化邪魔为尘，化为尘，修持修持劫内寻路行路径，念气人真言佛归佛令，南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空在叩，是3口叩4叩空5六叩口6一叩7叩8叩9叩10十口叩手，首。真天地佛说弥勒，弥勒救下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回轻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拈花正花印证考山，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雾急吐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一线，收眼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浑圆古彻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桥，无影前3000对合同，因而要下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妙心持念佛来救，多多亲念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翅，香耳点点，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，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要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利马念无声，老母
向下登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下十方也下体，各方称行来对号，报是灵通，拿着经，三观大帝慈悲众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顶礼36元将，500连冠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乐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红发现神通，扯起燥气正日月，头顶神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受千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，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往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护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俩道归家去，赶到三养弥勒尊，吾王势力即下生，收服南云归正中，来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藏女常持念，邪神不可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报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邪念洗灵入境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哎呀，你看网络不顺了，你看网络不顺被弹出来了，中断了。哎呀，有法宝要珍惜呀，得来不易呀。要1年要刚好顺哦，才有办法。你看，说网络不顺呢，连按都没有办法按呢，都没有反应呢，按手机结果都没有反应呢，奇怪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有法宝都要珍惜呀，得来不易啊，重新上去啊，结果没有办法连接。现在有了，再试试看。网络不顺啊，断断续续的。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减轻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当来下生弥勒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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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是各位同学记导入到各位先晚安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国瑞前贤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，一起参与诵经。晚安，明天见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。组长晚安，感恩啊。点传师们晚安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简经理晚安，杨前贤晚安，淑慧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